殯儀館係舉殯。喪禮喺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，11點鐘大殮，12點鐘由8個生前嘅同事係扶靈出殯。警方預料會有好多市民圍觀，尋日下晝開始已經係將殯儀館附近嘅街道封閉，禁止車輛停泊。而今朝一早，現場就圍咗大約係5000人，警方派出咗150個警員同埋藍帽子警員在場維持秩序，又有醫療人員在場係應付救援嘅工作。舉殯之後，遺體隨即係火化，然後由佢媽媽將骨灰帶返去英國。嘅詳細內容，電視藝員翁美玲嘅喪禮今日舉行，佢嘅遺體跟住送去火葬場火葬。陸嘉敏報導。喺喪禮正式舉行嘅3-4個鐘頭之前，紅磡世界殯儀館外面已經開始有人喺度等候圍觀，而警方亦都一早有準備，採取特別嘅措施控制群眾。警方係派出咗100幾個男女警員以及機動部隊嘅隊員喺度維持秩序，佢哋架起鐵馬將睇熱鬧嘅群眾攔開。到咗10點幾，整條暢行道甚至對開嘅海旁天橋都係企滿晒人，估計起碼有幾千人，當中有幾歲嘅細路仔，亦都有上咗年紀嘅老人家。有影迷係將一啲悼念翁美玲嘅文字同埋佢嘅照片貼喺殯儀館嘅外牆，亦都有人係趁住混亂打荷包，俾警方拉咗嘅。醫療輔助隊就派出咗20幾人協助設置救傷站，以防有人暈倒。翁美玲嘅遺體係喺11點鐘舉行大殮，佢生前友好同事同埋好多影視界嘅名人都嚟參加喪禮。報告，再報告，三報告，親屬謝禮場。再報告，三報告，親屬謝禮。喪禮係採取天主教儀式進行。今日瞻仰遺容後，請返原位。親屬瞻仰遺容後。喺瞻仰遺容之後，係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8個職藝員扶靈。遺體後來係由靈車送去火葬場火化。26歲嘅翁美玲係喺星期2被發現昏迷喺廣播道佢嘅屋企裏面，送到醫院已經證實死亡。驗屍報告顯示佢係中煤氣毒致死嘅。警方係將呢一件案列為自殺案處理。無線電視記者陸嘉敏報導。陣間係播映新聞報導，請留意收睇。藝員翁美玲嘅喪禮今日舉行。喺喪禮正式舉行之前嘅3-4個鐘頭，紅磡世界殯儀館外邊已經開始有人等候圍觀。警方一早有準備，採取特別措施控制秩序。由今朝早9點半鐘開始，好多翁美玲生前嘅朋友、同事同埋影迷都先後到靈堂致祭。到咗11點幾舉行大殮，首先由神父主持安息彌撒，跟住就瞻仰遺容。喺瞻仰儀式過咗之後，由電視廣播有限公司8個職藝員扶靈步出靈堂。當靈柩抬出殯儀館運上靈車嘅時候，曾經引起咗一陣混亂。翁美玲嘅遺體跟住送去火葬場火化。嘅遺體今日晏晝出殯，超過5000嘅市民圍觀，警方出動100幾人到場維持秩序。郭以真報導。
翁美玲嘅喪禮雖然上晝11點45分先至舉行，但10點左右，超過2000個市民已經喺九龍世界殯儀館外面圍觀。為咗防止場面混亂，警方出動120個藍帽子同30個軍裝警員喺馬路旁邊架起鐵欄維持秩序。24個醫療輔助隊救傷員喺朝早7點半開始奉召到場。由於今日天氣炎熱，圍觀嘅人數接近5000，有4個市民不知倒地，3個小童喺擠擁嘅時候跌傷，送去附近臨時救傷站治理。獲得進入靈堂觀禮嘅除咗死者親友外，仲有30個影迷。喪禮用天主教儀式，歷時半個鐘頭。翁美玲遺體由生前8個好友扶靈，然後火葬。翁美玲1959年喺香港出世，喺英國做過紡織設計師，上星期2中煤氣毒身亡。